哇！等咗25年，勁爆蹦蹦彈珠人終於又有新嘅玩具啦！嚟自於次元 Power 推出嘅 BBP 第一彈 BB 白騎士，成隻 MG 咁大盒，咁鬼多版件，仲要砌出嚟幫大家拍視頻，快啲幫我爸爸點翻個讚啦！所謂嘅白騎士組裝出嚟嘅完成品，其實就係動畫入邊白寶第一代嘅彈珠戰士白戰兵號。經過現代工藝嘅重鑄，造型有咗翻天覆地嘅變化，身形比例更加修長，所以設計出嚟嘅玩具可動範圍會特別高。整隻模型套件嘅分析亦都超級好，哪怕係白色嘅零件，佢都區分開純白同埋偏藍白兩種色調，增加咗玩具嘅細節。除咗肩部、腳掌同埋頭部，亦都會有隱藏嘅拉伸關節，進一步增加玩具嘅可動。不過耳仔同埋兩塊尾翼會相互干預，導致佢只可以低頭，唔可以抬頭啊！腰部嘅轉度雖然都會受到裙甲嘅干預，但係我哋可以將連接位置掹高少少嚟解決呢個問題。手指每一個關節都要通過裝位嚟連接，而且要自行切除多餘嘅部分。雖然砌嘅時候可能你會覺得有少少麻煩，但係以此換嚟嘅將會係一隻可動逆天嘅手掌啊！雖然白寶唔可以變成機器人嘅頭部，亦都冇着裝嘅玩法，但係變身前後兩個形態會一次過配晒俾你。兩隻白寶人仔本身都會有簡單嘅可動，不過變身之後嘅白寶膝關節比較脆弱，大家把玩嘅時候一定要小心啊！除此以外，入邊仲有多副面型可供替換，另外仲配咗一張彈珠警察變身卡。本身動畫入邊嘅變形機構就十分簡單，所以呢隻玩具肯定可以做到啦。值得表揚嘅係，佢保留翻彈珠人最應該擁有嘅玩法啊！初回嘅特點仲有呢塊透明嘅彈珠管道板件，可以俾你選擇自行替換上去。總嘅嚟講，次元 Power 今次推出嘅呢隻白寶機甲設計同埋做工其實已經相當唔錯，關鍵係佢嘅價格一張毛爺爺都唔到，都算係造福廣大80、90後噶啦。期待佢哋後續可以越出越好啦！我哋下期再見。